后来，甲镜头锁登来台湾一连串政坛的消息。先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的炮火是一天比一天要搁较猛。昨新西兰美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够未见效，搁连骂2届。早起郭文哲搁甲当年苏贞昌伫新闻头前就抓，讲无爱选第3届的往事，甲搬出来，搁甲苏贞昌吐槽，讲伊违背承诺。这郭文哲甲民进党之间是毋是愈行愈远、愈无合作的可能咯？蔡总统讲，一时之间嘛还未想过这个问题。啊，郭文哲这个时阵搁来回击咯，讲这是民进党惯用的2面的手法，一面甲你扒，一面搁甲你讲合作。郭文哲讲，伊已经真惯势咯。连续讲2届不要脸，煞被冷处理。苏贞昌讲，这政治语言免看在心上，但是台北市长郭文哲好亲像无拍算要放过伊。不然他讲什么？他在讲，只是他在讲，我就问候他那个保安宫的事。搬出当年往事，违背承诺，参选2018年新北市长，郭文哲炮轰苏贞昌，绿白合作的机会看起来是愈来愈无希望。白绿之间合作还有可能吗？如果说要合作的话，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？下一题。一时之间没想到这个问题。他一定会陷入长考啊。怎么说？反正他们2面说话习惯了嘛，一边说要跟你合作，一边打你哦。外界认为这是郭文哲参选2020总统的征兆。但是北高市长大一参选，不少民众投下反对票，也未要选的郭文哲只有机会考试高雄市长韩国瑜。我猜那个韩国瑜在高雄一定更糟糕，就是说，一天只有24小时嘛，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是，坦白讲哦，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，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，才是真糟糕的。孙线家伫海外蔡总统慢慢参落去，郭文哲的火气真正是袂小。那安尼卡出郭文哲要参选，讲人是草包菜包，唔知伊家己是虾米包。